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18，诗篇119篇33到34节安尼讲：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律例的路指示我，我要徹底遵守。求你給我智慧，我就守你的律法，我要專心執守。三甲來祈禱，將律例的路指示阮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實的上帝，慈愛的天父，你是喜樂甲智慧的源頭，你是活命甲豐盛的賞賜者。主啊，願懇求你將屬天的智慧賞賜阮。也予阮遵趁你的律例，因為你的律例是真實，你的律法是公義。主啊，我要遵趁你的教示，行佇你的道路，來得到真正的喜樂甲平安。主啊，阮是愚妄無知識，總是你要將智慧賞賜阮。主啊，求你將你的律例的路指示阮。我要徹底遵守，求你給阮智慧，阮就守你的律法，我要專心執守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